你买一件哈，还拉不进去。烧烤的缺味。啥价？你买一件。那叫没干上单。老牛我有能力。哦，你好在做呢？这如果你晓得摸鱼，我在做这条路，小路我开不了，的了，在他们那你做年糕，那在周末你周末做年糕摸到去，做不了对是呢，中毒了呢。哦，那拿毛巾喽。我得办上，你办上去。咋子的？定了。有么了？这个你我是当对噻，就把年下去。我，那个搞是，我这咋定了？不行，我那去了。你这道路我知道。我啥都你讲，我忙到了，想到了。不走了。干都他几号办，几号路我贴你去挣钱了。咋了？哎呀。过去了呀。今天都开的，那个钱那个鸟热得的，钱了的。你那个太外交。今天开的得，上了鸟热不？切个路了。几个路是不绕进去家。你那干点了不啊？哦，我在开那啥了。写过种了，不种的了，你写种给了。那我打。我们有一条，比较固性的选手，不种了。你写种给了，哎，就叫不种了。你知道吗？你鸟掉。鸟不比你多许少。啊。这古摆呢？慢慢，这个，好的，好的。